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邦叔 Uncle Bon， 卡加里嘅地產經紀。加拿大政府咧為香港人推出嘅救生艇計劃咧，將會喺8月31日落幕㗎啦。救生艇嘅功過咧，留翻歷史去評論。今日我訪問嘅嘉賓咧 Lydia， 佢可以話係卡加里最後一屆嘅畢業生，名副其實係搭尾班船。今日我哋聽下佢嘅畢業感言啦。Lydia， 恭喜你喎！你終於成為卡加里最後一屆救生艇畢業生啦喎，點樣感想啊？梗係開心啦！終於完成咗呢個2年制嘅課程啦！完成呢個課程，我諗一啲都唔簡單啦。有冇啲人你要多謝嘅？有啊！咁我最想多謝嘅係我自己咯。嚇！係啊，因為咧係要多謝自己，就係可以堅持落去，由決定嚟加拿大到完成咗成個課程嘅中間嘅高低起跌都可以一直咬緊牙根嘅。咁當中亦都會多謝我身邊嘅所有嘅人啦、家庭朋友啊同埋過路嘅人支持，多謝。喂，你上次幾時畢業㗎10年啦。10年前喺邊畢業啊？喺 Manitoba。哦 ，Man U 畢業嘅。係啦。主修 marketing 同埋 MIS。咁點解10年前你喺 Manitoba 畢業，10年後有嚟 Calgary 重新再讀過書咧？係咧，咁其實我當年畢業嘅時候咧，都會係有諗過啦，喺加拿大留翻喺度做嘢嘅。咁但係可惜因為當其時個經濟環境啦，各樣原因，咁結果我都係冇辦法留低，咁啊要翻嚟香港做嘢啦。咁但係呢一種子咧，就都係喺我個心裏面係埋藏咗，直至到適當嘅時間遇上救生艇嘅計劃，咁所以我就登上呢隻艇。嗱，我即係過去10年咧，都分別喺香港嘅港資、中資同埋最後美資公司翻工。我估你人工咧就唔止話3級跳啊，直情係撐杆跳添啊！今日咩原因令到你可以放棄晒一切嚟卡加里，從零開始，由最低工資開始？有冇啲唔捨得香港啊？如果要計嘅話咧，就真係冇可能會嚟到加拿大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實現個夢想嘅話，就真係唔好計較咁多，唔好諗咁多，就嚟啦。如果而家時光隧道送翻你10年前 Manitoba 大學畢業嗰日，你會同今日嘅自己講句咩説話？都會係嗰句説話。邊句？堅持應該要堅持嘅，唔好放棄就唔好放棄啦。如果而家要同你2年前嘅自己，即係啱啱攞到 SAY 入學通知書嗰日嘅自己，講一句説話，你會點講啊？咁啊，真係要加油啊！因為如果唔係我之前係收到 SAY 嘅 offer， 跟住但係我又 extend 咗嘅話，我相信可能有機會一早就已經攞咗 PR 啦。講起 PR 啦，好多救生艇嘅香港朋友咧都投訴等待時間太長，有啲甚至咧鬧加拿大政府咧冇口齒。OK。咁你擔唔擔心你個 PR 將會等餐懵嘅？與其係一啲唔可以控制嘅嘢，不如就去盡量做一啲自己可以控制到嘅事情啦。咁我其實都會用平常心去等待嘅。咁與此同時都係會努力咁去裝備自己，提升自己嘅技能。咁希望反而我係希望可以喺工作上面有個突破添。工作發展。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你而家做緊乜嘢啊？可以，我而家喺 Kananaskis 嘅其中一間酒店嗰度做緊嘢嘅。你講7國高峰會嗰間酒店？係啊。哇，好多元首都住嗰間酒店㗎喎。唉，可惜已經係上年嘅事情，我今年 join 唔到。喂，一畢業就揾到份咁勁嘅工啊？梗係唔係啦！喺我畢業之前咧，我就已經做咗一個實習，係喺 Jasper 裏面嘅。咁然後咧，儲咗啲經驗啦，同埋人脈，咁先至可以比較順利地可以揾到呢份工。所以加拿大人物真係好緊要㗎。係啊，如果我送翻你2年後嘅今日，你估你會對2年前嘅自己講啲咩嘢啊？我諗我會同自己講：恭喜你啊！你一直冇忘記自己嘅初心。多謝 Lydia 分享佢嘅故事，由加拿大畢業，返到香港做嘢，再通過救生艇計劃嚟加拿大再讀書，呢條路咧真係一啲都唔易行嘅。其實一個夢想可唔可以實行呢？係視乎你有幾堅持嘅啫。祝願所有救生艇計劃香港人咧，可以有一日攞到 PR， 喺度開拓加拿大佢嘅新天地。